伊的方式，我常常讲，囝你毋通一直食薰，一直食薰，啊食薰毋好啦，你食薰毋好。结果上帝用遮奇妙的方式，甲伊解薰起来，互我真欢喜，真大的感谢伫。安尼，搁带着落早起啊！你讲龙珠回头的，即个就是我的龙珠，已经回头倒转来。真多谢大家替阮即个家庭来祈祷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主哈，这是我们今天本来礼拜结束了，我刚才又直接在追加直播。我想这次的疫情让我们分开，但是在教会里面发生了很多奇迹。我看站在卓执事所分享的，就是这个疫情里面的奇迹，因为我们的教会的许宗洲许弟兄在这疫情里面，就像刚才卓执事讲的，浪子回头，他再次回到主的殿前。我们感谢主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也感谢我们天上的父，也感谢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长辈，我们的父亲。我们这今天礼拜正式在这边结束。